乡亲啊，这个柬埔寨的诈骗有新的手法，即摆是规大棚、规大团安尼咧骗。导演接到100万薪水的邀请，要求伊的团队出国来拍广告，但是伊发现对方的破拍真多，看起来像假小号，而且拍摄的地点佫选伫咧柬埔寨。啊，罔无问这个拍片的细节，直接就问讲要带几个人过来。这个导演感觉怪怪，怎啊甲对方来回绝？真正是好理解在。啊，另外这招原来真恐怖，先伫咧台湾开公司来招员工，半年后举办员工的游览，招待员工到东南亚佚佗，但是实际上是甲规棚的人再到柬埔寨撒雷火坑。所以讲最近哦，这个东南亚国家也是卖去卡透动。入班团队部分每日出外景拍影片，想不到即嘛拄到柬埔寨诈骗集团。对方自称是中国新创公司，用美女的相片看起来就真像假的。讲无几句话尔，就爱导演甲团队赶紧飞过去，地点正拄好伫柬埔寨。虽然强调讲价小真悬，不过中头至尾无讲到拍片内容，佮直接就问导演讲要带几个人来，和导演开始怀疑。我自己本身是在东南亚旅行的时候，曾经被抢劫，然后在菲律宾被绑架过，所以我对这块会特别的有警戒心。因为通常我们在对接一个案子的话，那个前期的讨论是非常花时间的，就是会确认说细节啊、脚本还有预算的分配，但它几乎都是直接预算就直接开一个价格，然后直接让你通过，就是顺畅到一个非常的诡异。有医师嘛伫面前写讲，听讲有诈骗集团会伫台湾开新的公司，招员工，半年后举行员工的旅游，招待大家去柬埔寨佚佗。模式似乎是随着警方注意他们也逐渐改变诈骗的手法。例如说，最近听说有特定职业，像是8大行业，他们利用员工公司旅游或是从事商展、演出等机会，先把人骗去柬埔寨，到了当地以后，再诱骗他们加入这个诈骗集团。即摆嘛，风声讲，民众来去泰国游览，有可能会被再去缅甸还是柬埔寨，一旦被骗入去，就无得出来啊。最近若要去东南亚的国家，爱较细致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